各位朋友仔，我係嘉希姐姐。講到教堂，你腦海中浮現嘅係一座過百年歷史、擁有尖頂而且宏偉嘅建築物。其實以歷史角度嚟睇，都好值得我哋參觀㗎。而作為信徒嘅身份，係被神呼召出來嘅人，歷世歷代嚟自世界各地嘅信徒組成一個超級強大嘅身體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哋玩一個運送香蕉嘅遊戲，有人當大腦指揮，有人蒙眼當手腳跑腿，最後要有人張開口負責食。少咗一個人，呢條香蕉根本入唔到落肚。呢個就係教會生活嘅縮影。每個人都係不可或缺嘅肢體，有人係眼，有人係手，大家必須彼此配合。基督徒要愛上帝，都要愛身邊嘅人，渴望身邊嘅人都能夠認識呢個信仰，成為信徒，加入教會，成為呢個身體嘅一份子。喺基督嘅身體裏邊，得享豐盛人生，實踐基督互相關懷嘅精神，為從未參加教會活動嘅同學祈禱，邀請佢哋踏出第一步。彼此相愛嘅關係係點嘅呢？耶穌吩咐彼得建立教會，希望信徒聚喺一齊敬拜上帝，繼承耶穌吩咐，延續福音傳播嘅工作，彼此關顧。依家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建立咗教會，但仲有少數地方需要我哋努力建立信徒群體。聖經有個比喻，將耶穌基督比喻為教會嘅頭。教會係身體，基督徒就係組成身體嘅肢體。比如手藝了得嘅好可能係手，有人行得快嘅就係腳，有人係耳，有人係眼。咁你諗下自己屬於邊個部分？肢體之間要互相搭配，彼此相顧，呢個就係彼此相愛嘅關係，有彼此相愛嘅氣氛，咁先係教會㗎嘛。基督徒會穩定參與教會崇拜，透過敬拜讚美去表達對上帝嘅敬仰。教會會提供唔同形式嘅聚會，例如崇拜同小組時間，我哋會一齊學習聖經真理，彼此分享信仰嘅經歷。基督徒有兩種使命，一個係對內，一個係對外。對內即係大誡命，除咗愛上帝，仲要互相關懷。對外即係大使命，向唔認識基督信仰嘅人傳福音。馬太福音18章20節，無論在哪裏，有2、3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無論係喺享受詩歌敬拜、熱鬧嘅小組，定係大家一齊探索真理嘅兒童教會，教會嘅使命始終如一。對內學習彼此相愛，彼此關懷；對外要分享救恩嘅喜樂。每個人都渴望有一個溫暖嘅家。基督徒會參與教會，成為呢個屬靈嘅家庭嘅成員之一，喺關愛中共同成長，抵擋生活嘅種種誘惑。如果你仲未體驗過，不妨踏出第一步，親自參與其中，去領受呢份豐富同恩典。教會嘅大門始終為你敞開，等待你嚟發揮從神賜俾你獨一無二嘅肢體功能啊！親愛嘅天父，求你讓未相信福音嘅人漸漸感受到信徒真誠嘅關懷，使佢哋能夠嘗試教會嘅生活，接受信仰，一同敬拜你，服侍你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